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又有負能量啦。今日呢，就大少忽然間呢 Steam 有隻免費嘅橫向動作射擊遊戲，叫做 Novice. Nothing。睇片先啦，我哋睇下玩乜㗎。跳跳下咁樣射擊咯，跳躍射擊遊戲咯，可以叫做係都幾好嘅，同埋有唔同嘅槍咯，應該係都唔錯嘅。最主要呢，佢就支援簡體中文啦，雖然冇繁體都還可以接受嘅，免費嚟講，得閒無聊可以嚟玩下。同埋好似有 two play 啊，可以兩個人一齊玩㗎。係啊，有 two play 啊。頭先有 two play 嗰兩個一齊玩嘅，不過唔知有冇連線啊，我都冇研究過去。遠端同樂好似可以連線打喎一齊，都幾犀利嘅隻 game。所以呢個優惠期去到台灣時間3月26號上晝1點，凌晨1點啦，大概係，所以要拎就嗱嗱聲拎啦。而家到3月26號啊，嗱嗱聲拎，台灣時間啦計。同埋可以講下 Steam 嘅春季特賣啦，3月26號10點截，咁樣最值得買嘅係生化危機啦3啦，呢隻佢而家賣緊30蚊啦，真係都值得買嘅。同埋 Red Dead Redemption Red Dead 咯，Red Dead 2賣117蚊，真係有排打呢啲咁嘅遊戲。跟住其實可以試下嘅，大家先劍奇俠傳賣廿幾蚊，不過唔係減好多啫，真係好經典呢啲咁嘅嘢。講真嗰句，好鬼好笑，攞出嚟講。係啦，大家你自己及下睇下有冇自己中意嘅遊戲特價啦。到3月26號上晝10點咋，所以盡快睇一睇有冇自己啱嘅嘢。同埋聽到依度呢，幫手訂閱，免費訂閱，免費讚好啊！所有都係免費嘅，唔使錢嘅，大佬幫下手啦，當係就係咁啦。講到依度啦，拜拜。